戏剧学家沈卫德教授写过一篇漫谈越剧三盖一，并怀念竺水昭同志的美文。盛赞竺先生的表演，使你忘了是坐在剧场里看戏，倒是进入了一个无我的望界，只能随着剧中人之喜而喜，随着剧中人之忧而忧。三盖一是竺先生最具代表性的旦角戏，一人虽是艺术之美，却因传承而流长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三盖一选段。
心思